的隔壁的人安尼讲，这是咱大公教会最重要的文化。伫信的人凡事拢话，伫信的人凡事拢话。感谢主，伫信的人凡事拢话。哥林多前书第9章24节安尼讲，伊讲减毋知，伫比赛场所的所在，逐个人拢走，但是得到赏的人只有一个。伊讲恁也着安尼走，互恁通得到赏。既然比赛斗力的人得胜，凡事拢有节制，因不过是要得到未败坏的冠冕。若是阮却是要得到未败坏的冠冕。所以我走无亲像无方向，我拍拳头无亲像拍空气，我拍家己的身躯到忝忝，互我的身躯降服我，恐惊我传福音互别人，家己反倒被拒绝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个经节赛跑比赛斗拳，那甲伊比较伫属灵的操练，拢需要什么？需要训练。需要节制，所以甲你的隔壁人安尼讲好无？敬虔的信用一定需要操练来。敬虔的信用一定爱需要操练。留意，你的手机啊，搁较好吼，若无充电也是无路用。你的手机啊，搁较好，若无充电也是无路用。咱信主若无不断地操练，你真困难会生出基督的信用。所以咱前有讲过。真的信仰，毋是你知偌济。传统的教会，咱常常喊到，咱查经，但是查真侪圣经，并无互你建立你的信仰。所以，真的信仰毋是你捌偌济，是你有听无？你爱得更深吗？真的信仰毋是比头壳，真的信仰是心的归属。财物会互人骄傲，但是连接伫上帝的心。就会互人谦卑，连接伫人的心就会互人改变。财物若互人骄傲，财物互人竞争，财物会互人嫉妒。所以敬虔毋是礼拜日的礼拜，乃是一礼拜7天的选择。敬虔是你单独一个人的事，你犹原选择活伫伊的面前；是当你面对世界引诱的事，你犹原选择行伫对的道路中。这叫做敬虔啦。所以真的信仰毋是累积几摆感动流目屎的事，真的信仰是持续委身坚持伫中心的脚步。属灵的生命无操练就会孤单。所以有人安尼讲，人的肌肉若2礼拜无振动、无运动，你的肌肉就会开始消退。21天，你的肌肉就开始就会萎缩啊。所以你看见咱若亲人朋友倒伫咧病床，若倒1礼拜、2礼拜了，你看伊的肉就安怎开始就无去啊。所以为什么需要做？咱即摆讲肌力训练，你要有耐力、肌耐力的训练。所以属灵的生命嘛同款。当然若无操练呢，咱若无操练，你的信仰莫讲起坐，你的信仰若无萎缩，就已经该加载。所以无实践就会互世界习惯甲你吞食。咱若无主动甲咱的上帝连接，这个世界伊就会塑造咱。所以感谢主，今仔日我要甲大家人做伙来分享第5项，就是敬虔的操练需要孝敬父母啦。咱大先来问讲，这个尊荣父母，为什么子女就需要尊荣父母？亲爱兄弟姊妹，设施咱也无确定这个命题，子女尊荣父母的命题，咱也无确定，咱就无法度推动。为什么子女需要尊荣父母？第一项，子女为什么需要孝敬家己的父母？第一，因为孝敬父母是啥物？是上帝改变。孝敬父母是上帝改变，毋是中会的规定哦，毋是哦。孝敬父母嘛，毋是大公教会的规定。孝敬父母是上帝改变啊！为什么？伊有数第6章第2节，伊讲着孝敬父母。孝敬父母的人会互你得到福气，会互你伫世间安怎？会互你伫世间得到久长呢？得到久长，长岁寿，这是第一条大应允的概念。所以有孝父母对子女有绝对的帮助。上帝赐福这款的世界，所以出埃及记第20章12节，
伊甲咱讲，着孝敬父母，互你的日子伫耶和华的面前来得到久长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孝敬父母若是上帝的诫命，伊的重点伫倒位？伊的重点尊荣父母，孝敬父母是神的诫命，是上帝的诫命。诸路尊严父母，他就不是选择，伊毋是选择，伊是啥物？伊是诫命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啥物叫做诫命呢？我相信侪人在开车，伫12路口拄着红灯吼。咱拄着红灯，大部分的人大概拢袂真欢喜，较对啦吼，也是讲袂真正面，都哇个红灯啊！无人讲哇，我足欢喜，我个拄着红灯。大部分的人大概拄着红灯，都讲哇，爱个等。但是，各位，人拄着红灯，不管你欢喜无欢喜，你拄着红灯就是安那，爱停。这叫做啥？这叫做诫命。不管你喜不喜欢，不管你的情绪好唔好。你拄着红灯，你就是爱停，同款的意思。圣经甲咱讲，友好父母、尊荣父母，毋是你的选择，毋是你的期望值啦，毋是你的爸爸好歹会牵制你甲友好无？毋是，圣经无安尼讲。圣经讲尊重、尊荣家己的父母，这是一个诫命。所以尊荣父母，毋是看你的情绪，看你的期望值。我的期望值好，我就尊荣父母，毋是。圣经讲尊荣父母是一个诫命，伊毋是一个选择题。再来第二，孝敬父母若是上帝的诫命，因为尊荣父母会互你带来什么？会互你带来正面的祝福，你会得到福气，你会长岁寿，你会得到安居乐业。为什么？尊荣父母毋是一个伦理道德的要求，哪条毋是？尊荣父母是上帝设立祝福特殊的第一个基础啊！换一句话来讲，父母是咱的生命中第一个官兵的代表。我再讲一摆啊，这是真重要的特殊。一个人若袂晓去尊重家己的父母，父母是一个人一生的年日内底最典型的代表上帝的官兵，就是你的父母。你伫细汉的时，通过上帝设立父母来设立官兵的特殊啦。所以，对不对？当咱若尊荣父母，就是尊重上帝的设计跟秩序；当咱若拒绝尊重父母，你就是咧抵挡上帝的特殊，你就是咧否定拒绝上帝祝福的管道。所以，尊荣父母是啥物？尊荣父母是一种家庭这段的起造，尊重父母会带来和谐。敬虔甲上帝同在的气氛，这款的家庭关系是啥物？是滋养生命。伫囡仔从细汉会晓教伊尊重父母，这是对一个家庭的文化非常重要，因为这是家庭关系安怎样滋养生命、教育下一代的土壤，嘛会影响到的身心健康与怎么样人际关系，对不对？这真要紧啊！我印象介深，伫我细汉的时吼，我的老爸吼，大家拢带做伙，我的阿嬷吼拢轮流食，迄叫做轮回头是吧？吼，咱个庄口讲叫做轮回头，咧轮我印象是一礼拜食一摆啊，我印象细汉的时有一摆，甲我的阿母讲，阿母，阿嬷哪会拢无爱伫咱兜食呢？我问我的阿母讲，阿母哪会无爱拢伫阿嬷拢无爱伫阮兜食？为什么我爱阮阿嬷伫阮遐食呢？因为阮阿嬷若伫阮兜食吼，好拢食做节奏。囡仔细汉都无啥物好米配通好食吼，若阿嬷若轮到伫阮兜食吼，特别拢有鱼有肉吼，足享受、足幸福的。所以不闪时就问阿母讲，阿母，阿嬷当时要去到咱兜食呢？若轮口伫阮兜食的时候，足欢喜的食饭的时候，咱去看阿嬷，阿嬷来今日食饭来吼，凭阿嬷的福气吼，嘛会当食较好。我咧讲的意思就是讲，伫细汉的时，这老爸、阿伯、阿叔这个文化，伫讲啥？友好是大人啊。这无形中伫甲咱教讲，咱着爱尊荣父母。所以一个会晓尊重父母，会晓尊重长辈的人，我感觉这是咱台湾的社会欠缺的所在。
欠缺的所在。咱即代的人看到人拢会拍招呼笑一下吼。我发现即马少年人改真侪，看到你拢袂啥笑呢。嘛袂啥拍招呼呢。有武士甲我讲，改真有时啊拄着咱教会这成年人看到嘛安尼白人黑人安尼看咧像呢。这咱的文化啊，这个现况无一定是对，但是这是真普遍。啊，你要安怎样用咱的信仰，用咱的信仰来教导咱的下一代？所以，伊讲一个会晓尊重父母、尊重长辈的，就是咧尊重上帝。这是一个介重要的官兵的特殊啦。再来第二，当家庭的子女失去对父母的尊荣，一个囡仔若袂晓尊荣父母，会引起啥？家庭的四线价值的混乱啊！所以，当一个社会失去对长辈的尊重，代表世代对官兵、对传统、对信仰、对良知的崩坏，最后会递到啥？国破家亡。所以你看见这个对父母的尊荣是何等的要紧哦，是何等的要紧。所以我过去，我的父母还佫伫咧时，我有时啊回去，那会摕红包给我的十大人。我有时啊，我的囡仔甲我做伙回去，我拢足鼓励我的囡仔摕红包给阿公。我来，你摕这给阿公，给阿公。咱咧教咱的下一代啊。所以第四，尊荣父母毋是上帝的诫命，尊荣父母是敬虔信仰上具体的落实啊。尊荣父母是敬虔信仰上界具体的落实啊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尊重父母就是咧讲什么？尊重父母就是咧表达对父母的养育栽培，你会晓感恩，会晓报答，会晓回馈的心。基本上，我安尼相信，一个人若连家己的父母都袂尊重，我认为这个人敬畏上帝是虚假。看会到的父母，你都无法度甲尊重啊！你讲你会尊重一个看袂见的上帝，我合理的怀疑。所以，一个人伊设施若袂晓对养饲伊，安尼落屎落尿，甲伊照顾栽培，父母袂晓感恩。这个人要安怎样对一个看袂见的上帝，会晓心存荣耀感恩上帝？我想是有困难。所以第二，孝敬父母，一个囡仔会晓孝敬父母，是咧培养一个人会晓谦卑接受啥，看到受教敬畏的品格的基础，非常要紧的。当我袂晓尊重父母，袂晓尊重上帝设立属灵的官兵的时，我就无法度谦卑去接受别人对我的啥宽免、骄傲。伊无法度去降服这款的官兵的时，坦白讲，别人对伊的教导他听不进去，所以伊是间接的决定一个人是不是有具备敬虔信仰的基础。再来第三，尊荣父母就是见证基督上水的典范啊！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即摆社会，子女对父母的尊荣愈来愈少，子女对父母的孝敬嘛愈来愈淡薄。如果咱大公教会所有的家庭、所有的子女，拢会当主动来尊荣家己的父母，咱的家庭常常有家庭礼拜，父慈子孝。咱的囡仔时势会晓。逐个月会当尊重家己的父母，来活出信仰水的见证。我认为，这就叫做基督信仰上界水的见证。所以，若是安尼，敬虔是啥物？要安怎样尊荣父母？第一，敬虔毋是抽象的宗教观念，敬虔毋是抽象的宗教观念，敬虔是具体的行动。拄则，这个圣经甲咱讲，孝敬父母。孝敬父母是上帝的诫命。这个经节清楚甲咱讲两项。第一项，敬虔毋是停留伫礼拜堂的祈祷，毋是；敬虔毋是停留伫礼拜堂的仪式啊。一个人若愈敬虔，伊就愈有效；一个愈有效的人，伊就是愈敬虔。所以敬虔是啥物？敬虔是一个生活方式。尤其是用咱如何对待父母的态度的检验，咱的生命是不是真实敬虔？所以，咱真鼓励大公教会兄弟姊妹，每个月尊荣你的父母，就是每一个月会当固定呢，会当固定。我感觉莫用花啦，那会当
吼，有人讲啊，牧师啊，那边啊摕钱互我的爸母，我用花敢好？用花当然嘛会使，毋过我较无鼓励用花，我较鼓励你用红包落来。啊，我的意思就是，咱要安怎样具体来落实每一个月定额孝敬咱的爸母？我感觉伫即个所在，你会当用红包将你的能力会够的钱甲伊藏咧，然后利用你的家庭礼拜。利用你的逐个月家庭聚餐，利用你的探访，将这个红包的钱来交予你的识大人，我感觉这是非常的要紧啦。所以，这是一个真具体敬虔的实践。通过固定的频率，互信仰，毋是干一个情感的感动。互咱咧讲的基督教的信仰，毋是干一个抽象的概念，也是干主日的礼拜，毋是。互咱大公教会兄弟姊妹真心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将咱的信仰活出伫咱生活的顶面，尊重上帝上界具体就是啥？尊重你的爸母。你尊重上帝人看袂到，但是你尊重爸母人看会见。所以，互信仰毋是情感的感动那定，互信仰成做一个行动的坚持啊。所以，如何尊重父母？第二，每个月一摆。互尊荣爸母，成做一个固定的节奏，成做恁的家族的文化，对不对？我之所以强调每个月一摆定额尊荣爸母，毋是出于礼貌，乃是互这个行动的节奏甲习惯转化，成做你的家庭的文化，佮成做属灵生命的氛围。当然，有人会甲我讲：“牧师啊，阮的爸母吼。”比我较有钱呢，我讲感谢主，加在你的爸母比你较有钱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的爸母比你较有钱，并无影响到你无应该对伊尊重啊，敢毋是？所以咱会当用新的钱、新的红包，每一个月共餐的时，也是家庭礼拜的时，致赠咱的爸母，致赠咱的阿嬷、阿公，附上一句真诚感恩的话语。互子女为爸母、阿公、阿嬷祈祷，倒边嘛会当请阿公、阿嬷、请爸母为着咱的子孙来甲伊祝福。我相信教会若实实有安尼做，即款的教会的确会得到上帝的祝福，阿们吗？即款的家庭嘛，一定会得到上帝的恩典，因为这是上帝的诫命，这是上帝所应允的。过来第三大点。尊荣父母是啥物？尊荣父母是传递信仰最有效的途径。咱前捌讲过哈，家庭的宗教教育其实比教会宗教教育更加重要。所以我伫中会内底，我拢安尼讲。我讲咱传统的教会移动的主日学到某一个程度，我认为是无成功啊。因为咱有足侪囡仔的信仰到落尾拢流失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咱过去有一个观念，啊，牧师啊，中一人，阮将阮的囡仔、将阮的青少年、将阮的儿童哦，教学读书就学啊，你甲阮栽培啊，我较简单，啊，你一礼拜一点钟来就有信仰，你一礼拜读较侪英文，你都袂晓。各位，我咧讲的意思是啥物？咱需要伫咱的家庭负起着家庭的宗教信仰的栽培，所以当咱若尊荣父母，囡仔若教伊会晓友好识大人。其实这是信仰上界有效的途径，嘛是上界水真自然的模仿呢。毋知咱捌听见有一个茶碗的故事无啦？应该这个故事真普遍，得有人听到。讲早前有一个真年老的老爸，甲伊的后生、甲伊的新妇做伙住。啊，这个年老的老爸身躯虚弱，啊，这个手脚不灵光啊。所以伫即个饭桌啊咧食饭的时候，有时啊着甲即个桌巾吼拍拉衫，啊有时啊着甲即个碗安尼烟倒啊弄破去安尼。啊，即个新妇对即个老爸爸安尼感觉真厌烦，啊感觉真麻烦，所以有一摆就提议啊，讲安尼啦，食饭的时候，即个爸爸吼，老爸爸吼，莫坐桌仔顶啦，伊去坐边仔吼，啊莫摕开啊碗会弄破去吼。较早可能无即个铁啊，可能有即个茶碗安尼啦，摕一个茶碗安尼，较袂弄破好坐边啊呢，安尼较袂拍拉衫，啊较袂造成困扰。然后有一天，即个故事安尼讲，
讲这对夫妻的囝后生啊，这个孙啊，就伫迄个涂骹壁边的所在，伫遐咧雕刻木头啊。啊，这个老爸就好奇问这个后生讲：啊，你咧创啥呢？啊，这个囝就对嘴对嘴甲因老爸讲：我咧雕刻，我咧做一个木头碗啊。将来吼，爸爸妈妈你若老吼，啊，通去互恁食呢。哇，对不对？这句话。安尼多对头壳安尼甲讲落去，对这个老爸安尼，互这个老爸感觉真深的羞愧。为什么？因为伊意识到，伊家己对待士大人的行为，拄啊在互囡仔模仿。未来真有可能就会重演伫伊的身上。所以这个故事讲，对迄天开始，因就赶紧去甲因老爸叫倒来，特定来做伙食饭安尼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以身作则。父母的行为会深深影响子女，囡仔往往会模仿大人的行为。有效的重要，尊敬甲尊荣长辈，那是对因的尊重。真重要的是为着家己甲下一代来树立榜样。这同款的意思，咱安怎样在对待士大人，咱安怎样在看待士大人，你的囡仔咧看。同款，你安怎样在敬畏上帝？你的囡仔在看；你安怎样在敬畏在尊荣教会？你的囡仔在看。所以，咱的性命拢是一个卡比机啊！咱在卡比，咱的囡仔下一代对教会、对上帝、对父母的态度，是由咱在卡比。所以，咱才会讲尊荣父母是传递信仰上界有效的途径。最敬虔的信仰，不是神学课程的载办。敬虔的信仰是日常生活中，咱是不是活出听？咱有彼此尊重，还是咱充满着嫉妒甲怨恨？咱用行动活出生命的见证。所以，大公教会，咱在操练中会所推动，每一个月定额尊荣父母，不只是家庭伦理的操练。更是敬虔信仰的落实跟见证。啊，有人就甲我问讲，蔡牧师，我要摕偌济，互我的爸爸。我昨昏去到伫北京教会，伫甲因分享。啊，就一个老丈老娘啦，伊先生已经过往去啊。啊，伊就甲我讲，牧师，你推动这袂歹呢。我讲是啊，你安尼讲。伊讲你还未推动的时，我的查某囝吼，已经拢有安尼咧做啊。我安尼袂歹啊。哦，我就甲问讲，啊，你查某囝？安怎安尼？伊讲无啦，我查某囝的吼，经济空间大片好势啦，所以一个月都2-3万互我呢。哦，对不？啊，因的牧师伫边仔听着讲，哦，安尼2-3万袂歹呢，我嘛来推动。我讲你毋通安尼讲，毋通大家拢2-3万，条件无共款吼，条件无共款。啊，我正要讲的意思就是讲，定而尊荣父母是一个精神甲文化。咱的囡仔有能力无能力，其实咱做父母的人，咱拢知啦。咱唔通去勉强超过因的能力，直到影响到因的生活。但是你有能力的囡仔，你家己也知影讲，你会当做到什么程度。但是重点唔是伫数字啦，重点伫倒位？心啦，心啦。所以我咧讲用新的钱哈，有一个人甲我问讲，牧师，啊，这钱就钱，他都要用新的钱，啊，毋是拢共款。讲对啦，拢共款，但是感受无共款啊！啊，感受无共款。你若毋相信吼，连讲若迄个重阳节要到的时吼，你的囡仔若要买衫互你吼，你叫伊毋免去百货公司买，来代工百货公司买就好啊！遮有哪有啦？啊，偏偏拢把衫拢买清洁啦！但是啦，无共款，无共款。人就是一个感受性的动物啊！新的钱无共款，啊，要包偌济。按照你的感动跟能力，不要影响到你的生活，但是一定爱表示对许多人的尊荣，这真重要。啊，设使咱中间啦，设使你是长辈有摕到钱的，我嘛鼓励你爱摕，唔当无摕，爱摕。钱摕落来了后，你要安怎用？你要捡起来，要创啥拢不要紧。我相信咱付出就咧付出啦，咱才会咧欠亏遐个钱，对不对？你甲收起来。人工若有需要，你的孙读册出国创啥，咱会当甲伊帮衬。我想，互咱做阿公阿嬷的人，对咱的下一代甲伊照顾，这又是一个良性的循环。我感觉咱的教会就爱安尼做，咱基督徒就爱安尼做，互人伫世间来看见讲，哎呀，咱的教会信主的人真正是无共款。
咱的家庭三听，咱的事实也要尊重士大人。哇，我感觉这是一个上界具体、上界水的见证哈，阿们吗？感谢主。过来最后第六，就是每月11奉献。我相信咱大家人拢同意，一个健身者、一个声乐家、一个演奏家、一个运动员，咱看见因有足水的结果，一定背后有真严格的操练。敬虔的信仰嘛同款。伊毋是一种自然成长的信仰，敬虔的信仰是一个节奏、有纪律、操练才会成长的生活方式。所以，咱的中会会鼓励咱大家爱读圣经，一周两章，其实一周两章的时间你感觉讲真困难？其实你甲看，一日若读一周两章，大概15分钟，10分钟就结束了。你若咧追剧看手机觉得看了3点钟，我甲你保证，各位。一定有时间啊，无迄就无时间。是你要做好的管理，你的时间要做好的管理。你过去若无尊荣定儿、尊荣爸母，你摕钱出来听无？会听。但是我感觉台湾人有一句话足好的，这句话足好，爱叫做啥？叫做听。听，有影咧。你要听人，若无听，甲你会听才是无啥先听咧。所以，咱这个操练，敬虔的信仰绝对是需要操练的。当然，定儿、尊荣父母操练，守主日操练，家庭礼拜操练，灵修祈祷操练，当然包括什么？当然包括10日奉献。马拉基第3章第10节，圣经清楚甲咱讲：万军的耶和华讲，恁着将调纳的1/10送入仓库，互我的家有美牛来试看卖，是毋是？为着恁拍开天顶的窗，拼福气互恁，甚至到无底通底。然后伫新约，耶稣家己本身嘛讲，耶稣有讲到10日奉献有人讲无讲，耶稣有讲到，伊讲恁即个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有知会，因为恁将薄荷、花香、芹菜献上1/10，迄个律法更较重要的，伊才有2个比拼，一个是1/10，一个是更较重要的，更较重要的就是伊将1/10甲什么比？甲公义、人民、信息这2项来比较。耶稣讲，这个更较重要的，恁无行，那是恁就行什么？那也是不可不行。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，那也是是啥？就是咧1/10啊。所以伫这个所在，咱看见耶稣基督，伊伫这个所在，甲咱讲，咱的性命需要不断地公义，伫10日奉献的顶面来做操练。为什么？需要有10日奉献的操练。第一，信心的实践。10日奉献甲敬虔的操练有真要紧的关联性。第一项，10日奉献是一个对基督徒是一个信心的操练，敬虔是一个信心的操练。我相信，侪囡仔当伊大汉起来了的时，伊趁钱。咱过去大公教会有在鼓励哦。大学生毕业了后，你赚的第1个月的钱，阮真鼓励安怎？给谁？王老师还记得吗？给你的父母，那叫做出熟的果子。你除了10日奉献以外，你第1个月赚的钱，你甲爸爸妈妈讲爸爸妈妈多谢你，过去因为你的恩典，因为你的栽培，互我受你的恩情遮尔大，我今仔日。上班赚钱第1个月，我将第1个月钱，给爸爸，我尊重我的父母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操练呢。这会听无？我跟你讲，对一个拄进入职场的人一定会听。但是咱咧讲敬虔爱操练，其实尊重父母更加需要操练。所以，这是一个敬虔的信仰，是一个信心的操练。过来第2，10日奉献。嘛，敢若信心的实践，10日奉献，伫讲到啥？讲到敬畏上帝的态度。当咱咧做10日奉献的时，伫讲什么意思？伫讲我的时间、我的性命、我的金钱，主权伫倒位？上帝。最近有时会听见忽然间伫咱四周围的人过身去，前几工。忽然间听见过去伫台南中会一个牧者开车祸过身去，我听了我非常着惊。
对不对？当咱的四周围，这个生命在流逝的时，你得当体会到。咱足侪时阵，咱拢想讲时间是我的，行程是我的计划，金钱是我的，对不对？到某一个程度，咱年岁渐渐加添了后，你会体会到，其实时间毋是咱的，计划也毋是咱会当计划，金钱嘛毋是咱的，咱只有会当伫上帝面前讲：上帝啊，若是你用阮，我就愿意来做。所以我常常伫我四周围的人，我会甲因讲。咱会当做工活地，会当做工，就是啥？就是恩典。阿免吗？你活地会当做工，会当服侍，就是恩典。有一天当咱若失去的时，咱想要服侍机会就拢无啦。所以这是一个敬畏上帝，将咱生命的主权交予上帝。过来第三是一个舍己的训练。你伫金钱的顶面，你需要爱有一个完整的计划。你需要甲你的私欲争战，你需要对你的自我安尼讲，上帝最大，我是生命的主权，所以你需要下记，你需要有一寡物件重新爱去排序。过来第四，是要奉献是一个生活的分别的，就亲像守主日，就亲像家庭礼拜，就亲像家庭聚餐。这伫咱的生命内底，爱重新去调配金钱，爱重新去调配时间，互咱的生命分别最胜。过来第五，是要奉献，是上帝国度的产物。感谢主，大公教会，咱去年去做底选，去5间教会，咱今年会当去11间教会。我看见这个参与的兄弟姊妹，实实讲起来，我感觉真感动。这个参与的人，有的人请年假，将因的假期，毋是请去佚佗，将因的假期请假，欢喜到伫原住民的部落来陪伴。这每一个参与团宣的当中，伊拢爱去交钱哦，毋是因参加就无交钱，因嘛爱去交钱。伫迄个所在，甚至有的是困医疗。甚至有的是困拜堂的长椅啊，或困这长椅啊，伫迄个所在来咧做底选，所以伫迄个所在是一个通过时间的奉献，通过才能的奉献，通过金钱的奉献，在做啥？在做上帝国度的产物。所以马太第6章21节，这个圣经真趣味哈。伊讲：你的财宝伫叨落，你的心就伫叨落。耶稣讲：你的财宝伫叨落，你的心伫叨落。你注意家看这个圣经啊。耶稣无讲你的心伫叨落，你的财宝伫叨落无。耶稣是明确指出，财宝的位置会决定心的位置。耶稣，你个想耶稣咧讲的意思？为什么耶稣会安尼讲？因为世界的逻辑哈，人通常是安那。我足爱一个物件，所以我去买物件嘛，对不对？我足爱一个什么物件，我就去买物件。因为我的心伫遮里，所以我的钱就投入。这是世界的逻辑。但是耶稣讲什么？耶稣咧讲，这个人的钱伫倒位，心就伫倒位，就是咧面对着人生，通常会倾向啥？会倾向你的情欲、你的肉体，会将你的钱投资伫你所看重的所在。毋过，耶稣拄啊倒边，耶稣拄啊倒边。耶稣的逻辑是啥？你的钱若放伫倒位啊？你的钱你若甲选择放伫倒位，你的心就会怎么样？就会带去哪里？这是一个主动的操练，投资的永恒。当我愿意，我选择虽然我的心无啥爱，但是我选择将我的金钱投资伫这个所在，对不对？伊会驱动，伊无互你的情欲，互你的心来甲你克制。伊是用你的选择来驱动你个人的行动，而是用具体的奉献行动来牵引你的心来归向耶稣基督。这是一个关系财务甲心灵连接一个属灵的关键。你的奉献伫倒落，你的心就伫倒落。最后，我来做一个结束，来强调操练的重要性。这个操练哈，做个时阵，因为我介意，所以我选择。
但是倒边讲，我选择，所以会互我的心注意伫迄个所在。这是耶稣咧讲的意思。我举一个例，我前捌小可有讲过。咱即个健身房的运动吼，一个月吼，应该咱有参加的人，一个月超过2000块左右啦，大约啦，上上下下超过2000块的即个健身房的月费大概是安尼。啊，毋过你参加健身房的月费以外吼，有的人佮买啥？买1对1的个别教练有无？迄个别教练吼，你一个月2000块吼，迄个别教练的费用一堂课吼。就爱1200块到2500块，甚至有一个3000块。干了1个小时，安尼甲你记得吼，伊就只有1-2000块的即个钟点费啊。啊，通过安尼吼，真趣味的。即个美国吼，伫即个2020年吼，即个 ACE 啊，就是伊即个美国的即个运动的即个机构，伊有做一个调查，调查什么呢？伊有调查迄个无教练的，甲有请教练的。迄个后续伫即个健身房运动的比率真明显就走出来，迄就是耶稣所讲的。我的钱若投资伫倒位，我的心就会走伫倒位去。伊讲伫即个健身房内底，敢若纳月费无有特别1对1教练的人啦，大概几个月、3个月后，敢若剩50%的人。就是讲3个月后，就一半拢阵亡啊！好，差不多就无咧继续搁去即个健身房搁运动啊。但是伊讲有请遐个1对1，一个月一摆搁加开1-2000块的即个个人教练的即个运动员，即个健身的人，伊讲6个月后，搁有高达85%的人啊，搁持续安那去运动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。通过这个奉献，会将咱的心放伫敬虔的位置啊。咱的囡仔伊无这个习惯，但是咱鼓励咱的囡仔会晓定额尊荣爸母，会甲咱的囡仔对爸母的关心安怎对焦伫迄个所在，伊就会更较关心咱的十大人。所以求上帝帮助咱。这是邀请咱起立。咱同齐立志伫上帝面前，诚做敬虔、忠心的门徒。咱用这首诗歌，过来敬拜咱的上帝。
全能的主，你是恩典的上帝， Amen，你是疼的源头。 Amen，主，你爱阮学习你的款式，是就是学习疼的生命。 Amen，你怎样疼阮？你唔若爱阮疼人，亲像家己；你爱阮疼人，亲像你疼阮一样来疼人。 Amen，主帮助阮，互阮大公教会所有兄弟姊妹，对儿童到年长，阮立志伫你的面前，我要成做一个不断持续敬虔操练，成做你忠心奔道的教会。愿主赐福阮大公教会，互阮大公教会成做一个富足主孝的家庭。对，互阮大公教会家庭是一个子女孝敬、尊重、尊荣家己爸母的家。主啊，帮助阮，互大公教会真实将阮的信仰展现伫阮的言语，活出伫阮的关系，互人看见大公教会彼此相听，怎样孝敬、尊重爸母，就互人较无迄个背后阮所信靠独一真的上帝。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，甲恁正大家三角地带，对这点直到永世代无尽。 Amen。